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錄音快活咕碌。如果你第一次嚟到我個頻道，記得點讚、訂閱、開埋鈴鐺個通知，同埋幫手分享條片，唔該晒。錄音快活咕碌，我哋招收谷友啦，詳情可以去到說明欄入邊嘅連結，撳入去睇下啦。大家好啊，嚟到新節目五班暗碼，顧名思義呢，就介紹一場五班場次嘅心水俾大家。咁呢，因為五班咁其實變化好多，亦都好大機會呢隨時爆冷，所以睇下有冇暗牌碼可以幫到大家贏錢咯噃。大家好，嚟到今次嘅五班暗碼，今次呢係講呢個10月12號星期日啊。沙田呢就有百草而嚟嘅賽事，普通賽事啦。咁啊，草地呢用絲跑道啊。今次呢五班賽事係得一場嘅啫，就係呢個第一場嘅五班1200米啊。咁呢一組呢，好多馬入邊，一係呢就有啲傷病，一係呢就跑嚟跑去都係咁上下。咁篩選完之後呢，我對最後就揀咗3隻馬，不過可能有機會會熱啲啊。分別呢就係1號嘅燃心星啦、7號嘅魅力星同埋12號嘅快馬加鞭。咁啊，先講下燃心星先。咁呢隻馬呢，跑過咁多次呢，其實就跑過一 win 2個第3嘅啫。咁啊，今季呢，跑到第2場上一場啊，就喺呢個田草嘅1200喺4班就追上嚟，輸呢個標誌極光跑第3嘅。其實當時攞住個7檔呢，就已經有啲一步不蝕㗎啦。咁啊，輸完之後呢，就減咗佢1分，落翻嚟5班。咁呢隻馬嘅頭馬呢，其實就喺5班嘅。咁但係狀態就成勇。咁啊，用黃志宏減磅啦。咁啊，淨係需要孭到130啫，俾佢抽住個4檔。咁啊，睇下落到嚟合呢班5班馬，睇下做唔做到啦。始終近期黃志宏嘅表現咧都唔錯嘅。至於嗰隻魅力星呢，以呢個蔡約翰馬房嚟講呢，就不斷咁跑啦。今季已經跑到第4場啦。其實呢，今季跑前邊嗰3場呢，全部都有獎金名次啊。4歲馬跑到去上一場，終於喺田草1200呢，就跑咗個第2，輸俾快樂奇兵嘅。當時係篤定第2啦，輸1又4塊一個馬位。當時係抽住個6檔，咁啊隔10日再嚟跑啦。今次呢，就用翻布文啦，抽住個5檔。咁啊，呢個馬房啲馬呢，狀態跑下好啲，跑下好啲，睇下今次有冇機會保中咯喎。至於嗰隻快馬加鞭呢，今季其實都跑到第3場啦。第1場落地呢，追呢個讓愛高飛追唔切，輸1個馬位，跑咗個第3，亦都係呢隻馬第一次喺沙田1200上名嘅。咁好啦，之後呢就轉過去跑泥地，咁但係遇正濕萬泥，咁啊結果就可能食泥唔開心咁啦，咁啊追上嚟跑咗個第5嘅，咁啊叫做攞翻個獎金名次。咁好啦，夾咗2個禮拜再嚟跑啦。今次翻過嚟跑田草1200，又俾佢抽到個1檔，攞住個輕磅。咁始終咧喺5班攞住個輕磅，人哋唔得，佢就好大機會衝上嚟，可能又搶到啲冷位置㗎啦。咁希望呢3隻馬唔會全部都熱門啦。咁另外呢，大家睇到我呢條片，如果係玩緊呢個英國馬嘅時候呢，希望大家贏多啲，同埋聽日大家都贏多啲啦。好啦，今次嘅5班揀馬呢，就講到嚟呢度。咁啊 YouTube 嘅兄弟姊妹，聽日再見啦，拜拜。最後多謝大家嘅收睇，歡迎留言問馬仔，我哋下集再見。